你认识这个人吗？能想起来吗？那我告诉你，这是我们的仇人。想不想试试这张弓？跟我来。来，试一箭。怎么样？这张弓合用吗？等一下，我来给你换一个新靶子。你想做徐达那样的开国功臣吗？哼，你已经证明你是个英雄，以后就好好的跟着我吧。我有什么你就有什么，我会把天下最好的东西都给你。拉满你的弓，每一箭都要取他的性命。他的伤还没有完全恢复。没事的，他的内功极好，给他腾出最好的房子，用最好的药，吃喝用度全按堂主的标准。休息去吧。这又是谁啊？新皇帝。新皇帝？乾隆死了吗？禅位。禅位？怎么会呢？我是刚刚得到消息，这是一位新皇帝，皇十五子，嘉庆王。一个乾隆已经不容易对付了，现在又多了一个嘉庆。我们要对付2个皇帝，是吗？我看不一定。禅位的名声固然不错，可是常言道，国无二君，天无二日。我料定这朝廷必然会出乱子。你带来的这个人很不错，很有才能。可是他现在什么事情都不记得了。那不更好吗？无牵无挂的。我要把他培养成一条真正的恶犬，放出去就能咬断他们的脖子。
有事吗？少说大典在即，军机处拟了旨意，召各地督府到京参加大典。这是名单。怎么没有何林呢？可能是离不开吧。离不开？辅帅大人并不在任上，何林何军门代行7省军务，重兵在握，也许是怕他一走，无人坐镇。叫他回来。大典嘛，都要参加。 7省行辕那边不会有什么大事。这还有事吗？这是内务府上的条陈，他们大兴养心殿，要修养心殿，那可能是考虑朕还没死。 奇怪，那个地方谁能认识你呢？我想不出来啊。现在已经惊动了他们，恐怕什么？之前是抓了一个替死鬼，先冒名顶替，现在知道真的出现了，人又没抓着，他们也许是怕夜长梦多，干脆把案子坐实，甚至毁尸灭迹。哦，哎，你干什么去啊？凤秋是我兄弟，我不能不管。哎呦，你们吓死我了！走吧，去哪儿啊？太上皇找我啊！站干处全要到齐。哎，我现在有点别的急事啊。我看你真是病得不轻，连规矩都忘了。那商量商量行不行？这还能商量？快走，走，走！你们，哎！给主子请安。回主子，站杆处奉旨到齐。禅位诏书刚下，就有人打我养心殿的主意，岂有此理！是啊，主子在这儿待习惯了，哪能说离开就离开啊？要修养心殿，等我死了再说。哎，主子，您可千万别说这气话。从现在起，你们都给我站在养心殿外，我看谁敢打我养心殿的主意。这。 你们这些人，都是朕最得用的。过去是，现在还是。不管大典前还是大典后，你们站杆处的身份不变。你们所有的差事，依然只有朕来委派。明白吗？明白。去吧。 把我们叫来就为说那么几句话，谁要修养心殿，什么意思呀？你没看见主子的脸色，谁敢动问？林志伟，首领找你。涂大人，您找我？哦。 你最近去了几次嘉庆王府？修养心殿的事，你听说过吗？哎，我看啊，是内务府那帮人自作主张，
想对皇上讨个新宠。六府，你知道什么？那帮人不怎么样。谁说不是啊？啊，一群势利小人。哎，主子这回生的气可不小啊，咱们是不是做点什么，给内务府传个旨？主子没让传旨，咱们不能擅作主张。哎呀，天下无小事，这左边是皇上，右边是太上皇，不好办呐。不过，过去打个招呼还是可以的。是的，告诉那帮人，别让他们再提修养心殿的事儿了。老主子这回是真生气了。老主子要是生气了会怎么样？你说呢？那8层皮算是轻的。那这个差事交给我去办吧。我跟内务府那帮人熟啊。也好，你去一趟。这里面牵扯挺大，关系到2位主子，你要想办法私下里去讲，既不能擅自传旨，又要把厉害给说清楚。我告诉你，这差事可不好干，到时候你那脑子得机灵点，听见没有？您二位放心。不错不错不错，大牢那边的情形我已经摸过了，今天晚上我想去看看。干什么？去救人呀！我这个人虽然也是侠义心肠，但这种见血拼命的事情，我是不太喜欢。可是时间不多了，你有办法了？就是稍微的阴损了一点。头儿，内廷来了个太监，说是修养心殿的事儿。是哪边来的？是太上皇那边还是皇上那边的？太上皇那边。公公吉祥。你们吉祥。待我们设香案接旨。不用了，我就是过来告诉你们一声。请公公示下。你们要修养心殿的事儿，太上皇已经知道了。太上皇夸你们懂事儿。皇上登位以后入住养心殿，那是天经地义的事儿。太上皇说了，养心殿年久失修，也该好好的建心了。他没想到的，你们想到了。你们的差事儿办得不错，谢太上皇奖励。要动的动作快一点，赶紧多带上些人。请回禀太上皇，奴才们马上就去干。土木之功不可擅动，要干就得干出个好样的来，干好了太上皇有赏。奴才干到徒弟。给额娘请安。皇上，坐过来。和珅呢，居然赶到我那儿去要人。要什么人呢？一个立过功的人，他查出了和珅私建南木殿的事。你没说什么过头的话吧？没说什么，忍住了。忍住了就好。皇阿玛这么做到底是为什么呢？和珅真的动不得吗？唉，你阿玛的心思，就连我
也只知道个皮毛。别急，谜底早晚有揭开的时候。你现在要做的，就是顺着你阿姆的脾气，该不动声色的就不能动声色。你的根基浅，当务之急是要收拢你有用的人。现在天底下的官儿，10有89是他和珅的人。儿子明白，这是我进养心殿之后第一件要做的事。你说什么？进养心殿？是啊，大典以后吧。你千万不能提进养心殿的事儿。那天，有人说要修养心殿，你阿玛非常恼怒。为什么？他说，这是有人赶他出去。皇阿玛不离开养心殿？你以为，你阿玛禅位以后，他真的就什么都不管了？你就真的成了一言九鼎的真龙天子了？别犯糊涂！修养心殿，是不是你手底下人干的呀？那，你赶快回去问一问，如果是你手底下人干的，赶快收回成命，千万千万！都到齐了？都齐了，量图的、画样的、计算工料的，全都分好工了。好，跟我进宫。走。怎么样？那帮王八蛋中计了吗？那大批工匠都已经带过来了，一会儿就到。这回有好戏看了。哎，照这儿来一巴掌，快点，最好打出红叶来。干什么呀？戏得演得逼真一点。哎，真让我打？能否真打了啊？嗯。嘿。怎么下不去手啊？这算什么？想当年我跟风秋在街上骗钱的时候，哎，滚烫的红煤球往大腿上放啊！快点，救人要紧！快点儿！我知道你喜欢我，舍不得是不是？来，哥亲一口。手疼不疼？你也别生气啊，这叫劝将不如激将。打挺疼。涂司令，碰到点麻烦事儿。怎么了？内务府那帮人吃错药了，我去打招呼，他们不但不听，看见没？大嘴巴抽我！他们想干什么？想干什么？拍马屁呗，讨新皇上喜欢呗。人家说了，谁要是敢拦着他们，他们跟谁急。立令智昏。谁说不是呢？哎，你也不让我暴露身份，要不然我就一脚踹上去了。哎呦喂，造反了！哎呀，这是要造反呐！怎么了？连梯子都扛来了，居然还说是放了纸。看见没？人都来了。惊动主子没有？主子现在还睡着呢，不过说醒就醒啊。这要是一睁眼看见了，那还了得呀！我得回主子一声。哎，不能回来就没我什么事儿了。你说什么？
不是，我说这点事儿都摆不平，还要咱沾干处干嘛呀？老主子这把年纪，这事儿你都跟他说，回头还不把他气出个好歹来？你这话说到我心眼里去了。再说了，这一边是皇上，一边是太上皇，咱要是哪句话没说好，回头人父子俩再掐起来，这事儿咱都不能说。话糙理不糙，这是明白话。你看，这没想到你们沾干处的，个个还都是个宰相的材料。哎，不就内务府那几个家伙吗？这好对付呀。你有办法？只要你信得过我。停！看见没有？那儿就是养心殿。能摊上这么一档子工程，是你们这辈子的造化。要知道，你们干的可是天字第1号工程。都给我打起精神，拿出你们浑身的看家本领，给我在最短的时间里把养心殿拯救如新。我要亲自监工。谁要是出那么一点纰漏，哪怕是错上了一块瓦，错摆了一块砖，我都要他提头来见。听清楚了没有？听清楚了。啊，大点声！听清楚了。嘿嘿嘿嘿，开工！怎么回事？拿下！启禀皇上，皇上，怎么了？那总管，纳奇，内务府的。说什么呢？把话说清楚。啊，内务府总管纳奇已经带着工匠进了养心殿了。什么？现在恐怕已经。快去养心殿！谁能拦住他们，谁就是朕的恩人。快去啊！这快！叫什么呀？不想说，不想说就算了，我也不想知道。你胆子不小啊！擅闯养心殿，啊，知道什么罪吗？哎，谁派你们来的呀？啊？捂你妈了个巴子呀！说话。我们是奉了旨来的。奉谁的旨啊？太上皇。放屁！是养心殿的一位公公来内务府传的旨。是吗？来，有请胡总管。这位认识吧？胡总管，您老要给我们作证啊！做什么证？啊？太上皇差点都没让你们俩给气死！真的是您的人去传了旨啊！嗨，你们俩想找死，他也不能拿我垫背啊！啊，我的人，嘿呀，我有病啊！啊，你们想升官，他也不能做出这种动静啊！胡总管，这真的是您的人呐！胡总管，胡总管，听见了吗？有人传旨，那是不可能的。你把那人叫来，我跟他当面对质。我把你妈叫来，没人传旨就是没人传旨。有人陷害，那我管不着，这段不归我管。你把我放出去，我给您查去。那是我的正事儿，这段归我管。您老秉公执政。秉公执政。行。大人开恩呐！开恩是吧？想想看，
最近抓过什么人没有？没有。有没有冤枉过谁？没有。没有找过什么替死鬼吗？没有。想不起来是吗？真没有。你要干什么？求你让我再想想吧，大人，让我再想想。想起来了吗？说。有一个。什么人？河中堂上的人，没抓着。就找了个替死鬼是吗？是。听着，先把这个人给放了。把人放了，我们就没事了。太上皇那边，我先给你们担待着，啊！不过听好了，从现在开始，你们要是再走错半步，不敢，我们绝不敢。不行。现在你们交代了，还得赎赎罪，知道吗？行，您说怎么着都行。破财免财呗，每人出点银子，行不行？行。出多出少你们自己掂量，不会太寒碜吧？不会。那就每人1万2呗。行。别给我，给那个被你们冤枉了的替死鬼。行啊，多不多？不多。啊，可以。有没有人来修养心殿啊？有啊，赶紧拦住他们呀！您来晚了。什么？要是等您来，这大官小官的红蓝顶子能摘掉一大片。啊？都办妥了。都办妥了，照您吩咐的，谁都没有惊动。干得不错。哎，你们说什么呢？就是您刚说的我上房那档子事儿。养心殿。这位您认识吧？认识。哎呀，回去啊，好好的给他讨个赏。老主子的一场雷霆之怒，让他给化解了。这是真正的功臣，为主子效力。有内线消息，贺林已经离开大营，又要来进剿。回京参加禅位大典。那个大将军福康安已经病逝，留在他身边的只有那个可怜的福长安。您是说？跟你说过多少次要等待机会？贺林匆匆离营，人马不多，这里有他返京的路线。上一次福康安提早一步去见了阎王，这一次我一定要亲手杀了贺林。他屠杀了我们10几个营寨，连孩子都没放过。怎么杀他？他刚刚打了胜仗，不会料到我们会在这个时候设埋伏。我们不能杀他。什么？我要你去放了他，带上这张宝弓，还有那个百步穿杨的神箭手。
我们到这里来干什么？我们收到消息，有一伙强盗要拦路杀人，我们是来救人的。那，现在要看你的本领了。你记住，要听我的话，我让你射谁你就射谁。我们到底要救什么人？当然是好人啊。不管你是不是他，我认定了你是喜欢我的。以前的事情，你真的一点也不记得了吗？没关系，我倒是更喜欢现在的你。以后就我们2个人了，我会和你一直在一起。我是你的妹妹，你是我的兄长，真正的生死与共。你要记住，以后不管发生任何事，你一定要只听我一个人的话。走。军门，这段路很背景，恐怕有乱匪。这段路还算平静，最近没有什么匪情的通报。虽然那帮乱匪销声匿迹一段时间，恐怕他们会……不会，咱们回京的这条路没人知道。什么人？这么好的身手？强盗跑了，你们可以走了。壮士何人？这是我哥哥阿卫，我是阿文。我们路过这里，看到有人劫道，就顺便出手帮忙。那是你的弓吗？可不可以给我看看？想不到在这荒野之中，也有卧虎藏龙啊！谬讲了，我们走吧。哎，你们这要去哪儿啊？我陪我兄长去南京，应明年的武举考试。你要考武举？是啊。朝廷正需要你这样的人才。你要是愿意的话，就跟我走吧。你们是什么人啊？你们的福分不浅啊！这是7省兵马副都统何林何军门。哥哥，你看，这就是何军门。你要是愿意的话，现在就跟我进京吧。停！您到了。您到了。
快！没事吧你？什么破相啊这是？我说，回去跟你们管事的说，对犯人要好一点，知道吗？那么硬的馒头，连碗汤都不给。不给汤就算了吧，还让犯人喝自己尿，这叫人话吗？啊！不能把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搞成这个样子，明白吗？真明白假明白？明白。看起来挺老实的，乡下人吧？是。拿上喝茶去吧，大爷赏你的啊。谁要见我呀？是我。猜猜是多少啊？别害怕，往多了猜啊。哪来的？内务府那俩王八蛋孝敬的。他们放你走，还给你钱。哎呀，不要都不行啊！多少？啊，他们啊，一人给了一整数。100两。嘿，这你站稳了，听着。1万两，加起来是2万两，我发财了！哎呀，2万两啊！他不是内务府的督办，他是皇上的密探。你是说内务府抓的不是何相要的人？我在大牢院内看见了真的那个。是我亲眼看到的。我爹让我尽快告诉你。好啊，你们爷儿俩都是有心之人。那您是不是赶快？二爷回府了。我还有事，你先回去。有事我叫你。那我爹的事儿，放心吧，逢是给何相效力的，都亏待不了。这给二爷请安了。这不是刘全吗？哎呦，二爷，您出兵放马这么些日子，可把老奴给想坏了。这嘴还这么甜。相爷呢？哎，相爷在宫里支应着呢，一会儿就回来。二爷，您先沐浴更衣吧。好。带他们进来吧。走吧。哎，那个人是谁？那是我们家二爷。二爷7省大将军呢。我怎么好像看见了真的那个？你帮朕办了一件大事，也是万幸给赶上了。这真是养士三千，用在一时啊！你是怎么知道了修养心殿的事，又能够及时的拦住他们？怎么说呢？咱们内务府的人吧，消息还算是灵通。我前脚刚听说太上皇因为有人修养心殿的事发了火，后脚我就看见大总管带着人扛着梯子修养心殿去了。我一想，这要是撞见了，还不把太上皇老人家气出病来？这还是其次，因为这件事情，太上皇如果再怪罪到皇上头上，那事儿可不就闹大了吗？小人也没啥别的本事，
就还算是有个眼力劲儿，所以当时就赶紧叫上涂总领还有胡总管，把他们给拦下了。哎呀，真是万幸啊！朕的身边要多一些你这样的人就好了。朕也想仰视3000，但如今朝野上下大多都是和珅的左右。哎，这哪里去找这3000门客？哦，对了，我正要回禀主子，吏部已经把这些年官员的考绩呈送过来了，现在正是用人之时，我们可以从中遴选一些，提拔检用。这次养心殿的事，让朕明白了很多。朕的这个皇帝，看来只是个空架子。自己的人要培植，但绝不能张扬。摆布的不好，麻烦不在修养心殿之下。向怀章在狱中自尽，这个案子也算是了结了。他的那个广乐园，朕就先赏给你了。大的赏赐以后再说。